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吊镜甲喊镜。台语安尼写：吊镜、喊镜。吊镜是望远镜，喊镜是放大镜。吊镜会当甲真远真远的物件吊来目睭前看，一般是用来观察到天气，或者是照射的仪器。若要看天气、了解天文，一定都要透过吊镜。花莲市附近的田来一只二级保育类的过境鸟花号，这呢啊罕见贵客来花莲做客，是互真侪爱鸟人士真痛。透冷风来架吊镜，要来看花号的风采。吊镜有的地头讲千里镜，都袂输是千里眼同款，会当甲千里远的物件吊来目睭前看，所以吊镜嘛讲千里镜。讲身躯边若有一台千里镜。是工具嘛是玩具，随时想要看东看西，想要看千里远的物件，拢毋是问题。啊，那喊镜就是放大镜，会当甲细项的物体放大来看。像老大人拢老花眼白、老花眼咯，若要看报纸，拢爱用喊镜。啊，即摆这个喊镜分真有台灯型的喊镜、珠宝喊镜、工业用的喊镜等等，产品的种类是真多。阿伯退休了后，上大趣味就是踅古董、买古董，逐工都看阿伯摕喊镜来看伊所收藏的奇珍宝物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吊镜、喊镜，实在真趣味。